师，你来这个啊。我是演唱者，非常的热情，非常感动。我们大概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热情的观众。今仔日吼，当个大拿就是安怎呢？因为我1983年组一个残垣教富乐团，啊，残垣就是咱这个土地嘛。啊，迄阵啊，当个大拿第一场为台湾大拿出发，吼。啊，37年后，今仔日搁倒当个大拿，就是感觉讲我想讲我。为大拿故乡离开了后，啊去他乡外地打拼，啊吸收到咱大拿营养，啊佮慢慢甲形成我创作的这个素材甲元素，啊今仔日当个高成就带互大家看安尼啦，哦啊所以这今仔日是成绩期末考的对啦，期末考，哦啊今仔日感谢咱大拿乡亲拢热情的支持啦，多谢。原的这个都市的歌，你感觉安怎？实际上，这届较特殊的，甲咱台湾的歌呢，用艺术的方式去唱，这是真好。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啊，我感觉讲，咱嘛是爱唱台湾的歌，若讲越在地越国际啦吼。虽然是安尼讲，但是咱嘛是爱实际上去行动做这代志。嘿，我台北来，我感觉听完了吼，这咱台湾的歌曲哈，我觉得是说非常在地化，让我们感受到。台湾文化是一个非常这个令我们敬佩的。喜欢吗？喜欢今天的表演？真的是很喜欢，OK， 太棒了。代表胡林，小老师，中华小一半。各位家人、朋友，好了，万国庆，赞，赞，万国庆，赞，万国欢迎大家订来，订来大波拿，来大波拿，对。我感觉就欢喜的呢，因为已经这间戏主角那个冠状肺炎之后就已经停了大半年了。那我们这个黑店其实老实讲，我们为了营造这个氛围，我们进的货啊都已经过期了。那我们在新进的货，那其实我们想要制造让人家进来的这个戏院有怀旧的氛围，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可以让这个地方又有点活络的感觉，而且我们的简老师又是我们的在地人，那我觉得有点，就是那一种很亲切的，那让我们觉得这个家乡好像未来的远景还真的蛮有希望的。我嘛要试看卖，我来搬一台看卖。我唔得冰，我甲你讲，有啊大无？有啊。我最喜欢是6月茉莉，六月把逆回再亏，因为他把古典的这个6月茉莉的民谣把它改编成3段不一样的节奏，甲以台湾人的歌，这个民众固定的人数，好，我们一直在推广。那我觉得还不习惯唱台语歌的人，听了的人都会感觉就介意。可是还有很多还没有听过的人，所以我们还在努力。这是大拿是新店的故乡，所以你来看伊今日坐咱规庄头九对大拿，足侪只尤其是老师啦，好足侪，伊拢来咱这个所在唱，咱这听伊歌啦，唔唱，所以这就是一个地方的力量，就是咱文化要传承一个真重要的元素之一啦，真好，真完满。刚好真心色哦，你台语也无进步。真心是什么意思？心色就很高兴啊，心情很舒服。对啊。来，欢迎大家来大南，好所在，好佚佗，好欢迎。我伫这个社区大学啊，这个乐龄班，就是带这阿公阿嬷，重新去找出咱较早咱台湾人生活水。当中这歌谣就是一个真重要部分，所以我今日嘛带大家来这听咧。我伫几下社区大，咱好尾溪。家己的家己市佮家己县的玉米社大拢有开课，除了教音乐以外，佮即马佮专门咧教地方学，比如讲咱好尾有这个好尾文学的组图，家己有家己地方学的组图安尼。即马才开始咧招生尔，咱也要熟悉咱的地方啊，往往拢需要真侪这个感情，以外，佮有足侪需要真侪知识。
互咱要知影咱真正咱地方的历史文化，对咱地方发展，对着咱的生活才有帮助。所以我即马伫社区大学拢开安尼的课，大家若讲有想要熟悉家己的地方，要互咱的地方生活更较好，欢迎大家来报名。就是迄个一只鸟啊好舅舅，因为我之前本身是读文学的。我曾经读到这个梅山的张文环的这个文学伊这内底有一个小说戏出，叫做这个木屐目鸡啦这内底当初这个戏出内底都使用到这条一只鸟啊好舅舅，所以我对这条歌印象特别深呢。张文环的这个小说内底，伊嘛相当咧讲出着咱当时咱台湾人伫日本人统治下这个苦闷所以甲这写出歌伫内底安尼来唱安尼。所以我印象特别深，什么话要对伊讲哦？其实我要对伊讲的，应该是讲对我家己讲的，就是讲让他自己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阻止他去走他的想要走的路。那我就是默默的在后面协助他这样子。对，那我那要对他讲的话是，我觉得。你真的除了为了我们这个大龄，你也要好好为了你自己，因为真的年纪有了，不比以前了，那个身体真的要照顾好。有时候看到他忙到3更半夜还在忙，其实我当枕边人的人看得很心疼，对，很心疼，会舍不得。可是当初他其实他选择踏入选这名代表，后来选上了这一条路，我自己心里就很清楚，当一个人走到跟政治沾上了边之后，就会他变成是一个谈话的焦点，一定有人不赞成，一定有人会赞成。那我们就是平常心温，那心跟你聊好嗲，然后自己做得正，行得直。日子久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是在很认真的为地方在打拼。那一些风风雨雨，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的过程中必备的条件。对，这个是我在鼓励他，那一定会有的，不可能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叫做人。欢迎大家观众朋友来咱大埔拿，这间唯一一间的屋店，然后来这呢，无一定爱买物件，我是欢迎你会当来这翕相。带走这里最美好的回忆，而且我还会请你吃物件，吃古早味的，让你回味无穷，带走满满的回忆离开。谢谢。有啊，大宝。有啊。蒋老师救我啊！蒋老师啊！